以下落嚟係示範一下我哋會嘅 salutation 一個敬禮嘅動作。咁呢個敬禮嘅動作就包含咗印尼武術 Silat 同埋菲律賓武術 Anis。首先我哋將兩隻手揸住支棍，每邊留翻一個拳頭或者2寸嘅位置，將我哋嘅右手同埋隻右腳同時間向左邊行過去。然之後左手成為一個掌，右手轉動你嘅手腕，將支棍放上你嘅前臂位置。然之後將隻左手拍埋，右手變咗一個拳頭，左手變成一個掌。喺呢一個動作上邊，亦都係印尼武術嘅一個禮儀動作。將你嘅膝頭屈曲，沉低個人，右腳向出嚟，吊住個步，腳踭要離地。咁呢一個動作示意就係印尼武術俾你嘅一個方式。跟住之後，我哋嘅左手揸緊住支棍，右手向裏邊捲出去，推前支棍，打翻開隻腳，同你一開頭 original 企嘅時候個 basic stance 一樣。跟住之後就係 part 2菲律賓武術嘅比較傳統嘅禮儀動作，將你嘅右手擺上左邊嘅心口，然之後將隻左手拍住去左邊嘅大髀位置，將左腳褪向右邊，然之後向前鞠躬，之後將你隻右手放喺左邊膊頭，反手轉動你嘅手腕，打開左腳，然之後企翻一個 basic stance。